好，各位同學仔，又同你講奧林匹克數學啦，我如常。咁咧就呢條題目咧，又係一條咧環亞太杯嘅中一嘅數學比賽初賽嘅題目啊。咁咧就話中一嘅啫，咁應該其實我覺得就一般嘅中學生咧，甚至乎考緊 DSE 咧嘅同學咧嘅應該都要識啊，因為都有機會係會係喺 DSE 會出嘅，咁啊大家一齊睇睇啦嚇。咁咧呢條題目咧就係俾咗個長方形面積你啊，96平方厘米啊，E 同 F 都係中間點啊。咁咧就揾翻陰影部分呢個四邊形面積，點解答案就係20咧？啊，點解咧？咁我一齊睇睇啦。我哋咧就分咗一啲區域先啦，呢個好多個區域喎。咁我哋俾個名佢，我哋要揾咧就係 A 個區域面積啦嚇。主要就係呢個 B，咁就呢個 C，咁啊呢個就 D，咁啦，我哋好啦，咁我哋睇睇咯喎。C 加 D 先，首先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有辦法揾到個面積先。其實咧成個長度呢個叫做長方形嘅長度 L 啦嚇，闊度就 W 啦，我哋當佢闊度呢個長方形嘅闊度。咁咧呢個三角形咧 C 加 D 咧個底咧就係長度一半，係嘛？高度咧就係 W，同個長方形嘅長度一樣三平面即係底乘高除二咁你就所以咧長度又要除二咯喎，咁面積又要除二咯，咁所以咧就除四噶咯喎，即係話96嘅四分之一，96嘅四分之一啦，咁即係24，咁面積24平方厘米啦C 加 D。咁另外咧，我哋睇翻呢個長度同呢個長度咧就一半關係啦，因為 E 係中間點咁而呢兩個三形 D 咧同埋呢個 A 加 B 咧，就係一個相似嘅圖形嚟嘅咁如果你有學過相似三角形咧，就應該知size 唔同，但係咧裏邊嗰啲嘅形狀係相同，啲角咧大家對應角係相同嘅呢個係對頂角啦，加上呢個長方形嘅平行線嚟嘅上下，咁所以啲角咧亦都係相同嘅對應角，咁所以係相似嘅。咁所以咧嗰啲邊長咧，既然咧呢個底同呢個底係1:2啦我哋嘅話，咁所以咧就佢呢度咧都應該係1:2呢個對應邊呢條同埋呢條都係1:2，係嘛？咁考慮翻 C 同 D 嘅面積有咩關係咧？咁大家嘅高度都係一樣嘅咁個底邊個長啲嘅面積邊個大啲啦？咁既然呢個係1:2，咁面積都係1:2，咁所以咧 C 咧就應該咧就係2倍啦，個面積係 D 嘅2倍。既然全部係24，咁24呢個佔一份，呢個佔兩份面積，咁24除以呢個夾埋三份呢度一份，呢度兩份，係嘛？咁24除以三就8啦，係嘛？即係每份係8啦，咁即係 D 咧就應該個面積咧就係8啦。咁8，寫好啲先，D 呢個8啦，叫寫個8啦，係。咁呢個係16啦呢部分加埋24係嘛好啦，咁跟住咧就再睇下啦唔知大家知唔知相似圖形個即係面積比咧就係對應長度嘅比嘅括弧二次方相似嘅符號咧就係呢個符號啦，相似 similar 咁即係話舉例，如果呢個 L1、L2 對應長度，咁個面積咧Area1 A1就係左手邊嗰個，A2就係右手邊嗰個面積呢條式係中三會教嘅，就係對應長度嘅
二次方，嗯啊，有咩關係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呢個上邊嗰個細啲嗰個面積係八咧，下邊嗰個面積咧就唔係16咯喎，二次方之後咧就長度係1:2咁咪面積係1:4嘅咯喎，二次方之後係嘛？咁所以咧下邊呢個咧就八嘅4倍啦，咁咧即係話 A 加 B 就係32啊，32喎啊，咁啊跟住咧再睇下點做咯，我哋嚇，咁我哋咧就。跟住呢個係難搞啲啦，如果你諗唔到咧，就可能計唔到啊。即係呢個界條線落嚟，將 A 拆開，係嘛？界條線，咁我哋咧集中翻咧呢部分，呢個三角形呢部分，唔知你睇唔睇到啦？啊，呢個咧係一個梯形嚟嘅，嗯，梯形。咁咧就因為呢個長度一樣啊嘛，呢個同呢個一半啊嘛，係長方形長度一半，而依家加上佢係平行嘅。啊，咁咧又平衡又長度一樣咧，就呢個係一個平行四邊形嚟嘅。咁即係呢兩條平衡嘅，啊呢個平行四邊形，咁啊即係呢兩條平衡，咁所以咧就係一個梯形嚟嘅。啊，咁咧原來咧，如果你有睇我套片咧，有一個叫蝴蝶定理咧，就話俾你聽咧，如果一個梯形，即係如果你係打交叉咗之後，梯形。咁咧就左邊呢一忽嘅面積咧就會同右邊呢一忽一樣嘅，啊，咁至於點解咧？你試下睇翻我有關蝴蝶定理嗰個嘅片就知啦。如果係梯形，左右呢兩隻蝴蝶咧就嘅面積一樣，咁所以咧呢個係八，咁呢個都係八，嗱呢一忽都係八，啊，咁啊再睇翻咯喎，咁啊呢一度呢個中間點，呢個中間點高度一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 B 啊。一樣嘅面積係嘛？咁即係 A 係 B 加八啦，係嘛？A 就係 B 加八，咁我哋咁啊掂啦？A 係 B 加八，咁我哋就應該揾到咧，就係個 B 係幾多噶咯喎？應該，因為 A 加 B 係32啊嘛，咁啊個 A 就寫翻做 B 加八，B 又寫翻八係嘛？啊唔係 B 寫翻 B，sorry 搞錯咗，B 寫翻 B 應該係啦。咁啊，解翻呢條 equation 啦，係嘛？啊，解翻條方程，兩個 b 加八係32，咁應該唔難計啊嚇。呢度唔詳細講啦。B 就係12啊，應該。咁 B 係12咧，咁咧就12加8就係 A 啦，係嘛？咁所以咧 A 就係20咯。答案就係咁噶啦。啊，呢條題目就咁樣做啦。咁就好啦。咁我呢條題目咧，其實要知好多樣嘢係嘛？相似圖形嘅面積比啦，等於長度比嘅二次方，跟住咧啊，咁咧就兩個三角形高度相同咧，就同個底係成正比啦，底嘅長度啊。咁另外咧又要知道啲梯形呢個蝴蝶定理啦，係嘛？啊，梯形左右兩個一樣嘅原來啊。咁就先搞掂啦，唔係咧就都幾難諗吓。好，咁我哋呢套片就講完啦，中意嘅套片可以分享俾其他嘅朋友仔睇下，咁我就亦都可以 share 啊，咁啊訂閱我嘅 channel，我 channel 仲有其他種類嘅片嘅，咁於是同你講，拜拜。